来到上帝的殿，伊讲诚心的人要看见上帝，所以将咱心内藏地的物件、凡事拢交托互主，互咱会当诚心来朝见咱的主上帝。咱用祈祷开始哦，好，用预备心，用祷告开始。主上帝，阮真欢喜，靠这福分来到你的面前，伫你的殿院，阮自集，真欢喜，伫你所定定的日来敬拜你，来学乐你，也分别做成，伫你欢喜。愿你接纳阮的所献，阮真现在要开始，阮的敬拜，阮的学乐，愿你上帝的圣神带领引带，阮。互你好调的兄弟姊妹来到你面前，拢会当甲你相亲近。求你的圣神带领保守，互阮诚心得见你的面。感谢你，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。也在平安，欢喜伫这分别做成的日，甲你做伙来学乐敬拜咱的主上帝。咱要靠着十字架的疼，得逃放，得自由，甲平安。愿主赐咱的平安，咱得到自由。愿主所赐的稳定，互咱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。因为十字架的疼，咱搁自集，咱用信仰告别来做伙开始今仔日的敬拜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性情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勒多入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而活，就天。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改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因为十字架疼，咱自集。咱来就着这条歌，谢念主为咱顶十字架的代价。主你辛苦替我受定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实在担当我的忧愁，我你担当我的艰苦，是你手臂拍我的一滴，是你手牵我的平安。主啊，我等到你面前，我要经历一直甲平安。主你辛苦为我受定，主你辛苦替我受定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实在担当我的忧愁，我你担当我的艰苦，是你手臂拍我的一滴，是你手牵我的平安。
着，你的宝血为我流出，实在感动我的忧愁，我已感动我的艰苦，是你手臂把我的一滴，是你手牵我的平安。主啊，我等候你面前，我要经历一滴较平安，一滴较平安，因为是家庭最后的胜利，因为是家庭，因为是家庭，因为是家庭，把我的情绪，因为是家庭，一滴甲平安，一滴较平安，因为是家庭最后的胜利，因为是家庭，因为是家庭，因为是家庭，把我的情绪，因为是家庭，把我的情绪，因为是家庭，把我的情绪，因为是家庭。主感谢你，受主耶稣降世赎阮罪过。阮感谢你，听阮到安尼。有救赎的主通我靠，我心仰望十字宝架。若毋是主耶稣救赎我罪，若毋是伊所赐新的活命，互我顶头生，我就无算是什么。我仰望十字架的救恩，主感谢你，十字架的疼，互我得自由；十字架的疼，互我得逃放；十字架的疼，互我的罪恶得清气。感谢主耶稣为我所做，感谢主耶稣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在人袂为，在上帝凡事拢为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芥菜种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。向起立，咱这位来迎。芥菜种的星星可以将大我们可以山挪一起来赞开，美。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，在你每
可以将大山挪开。相信神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。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大声宣告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难成的事。软弱和忧郁中，你不再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请你找我兄弟甲伊讲，伫基督内底拢是阿们，伫基督内底拢是阿们。请你甲我兄弟讲，伫基督内底拢是阿们。芥菜种的信心，可以将大山挪开。相信神的应许，可以跨越困难。信心的祷告，神都听见。大声地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大声宣告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没有难成的事。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再一次宣告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在基督里都是阿们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大家三个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！咱将荣耀归予咱的主上帝，请坐。主既然为咱付上代价，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想到安尼稳定，你会想到要安怎来报答呢？我愿意献上我全人、全心、全意来侍奉伊，报答伊的疼。这款的稳定，这款的疼痛，只有主耶稣为咱来付出。咱今时学落伊这款的疼痛，无人比你较疼我，无人比你较疼我。伫这世间，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，主，当我小无孤单，你来照绥我，为我做我，忍受痛苦拖我，你有温柔来陪伴我。伫这世间无人比你较疼我，主，当我小无孤单，你来照绥我，为我做光，忍受痛苦拖我，你有温柔来
奉献心来吟。你这世间无人比你较惊我主，当我小无孤单，你来照做我，为我做歌，忍受痛苦拖磨，你有我永温柔来陪伴我。你文情这么大，你文情这么大，我要怎样报答？甘愿为你献上我的生命。我免你唱歌，唱出满满感谢，今世我努力永无煞。今世我努力永无煞，今世我努力永无煞。主感谢你，日日担阮的重担，你是应该受懊恼、受赞美的。你的恩惠也是为困苦的人有备的。今仔日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愿你发光，光照阮黑暗的角落，帮助阮行伫你的光明中，帮助阮为搁较信靠你。因为你伫侪侪事顶悬有证明，对主的人有福气，信靠你的人福气也是无限。是啊，主啊，愿你会听，搁一摆叫醒阮，互阮知，阮话较听你，阮话听你搁较深。求你的圣神也保守今仔日的讲台，牧师所讲你的话，诚做阮的帮站，应要你的名也利益伫人，听的讲的拢得到造就。愿你的旨意诚伫地上，也亲像伫天里。阮感谢你，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继续为公道的代志来祈祷。这是咱公道的时间，咱请掀开咱的酒杯，做伙为着咱教会公道的事项，咱开声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恳求宝贵的信心，你引带阮今仔日的礼拜，互阮的心会当尊主你最大。嘛，阮待今仔日主你的罗宝，但国民牧师，伊会当伫礼拜的过程里内底树下真理的话语，搁一摆来深造阮的信仰。主，阮嘛要为着教会中得到主你的医治的肢体，献上阮的感谢。嘛为着目前身体病痛、心内忧闷的兄弟，求你用你的怜悯慈爱看顾因，用你的大宽容医治因，信心的快乐安慰因，互因会当赢过病痛的痛苦，早日得到健康。求你互因有信心、甲耐心，有喜乐、甲活泼的心智。经过安尼艰难的日子，求你互因早日会当恢复勇健来敬拜你。
用因的健康来荣光主你的性命。主，今仔日嘛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求主你赐福新学院，因伫济济欠缺中间，会当有主你的引带甲帮赞，互新学院会当凡事希望，用符合你的心意的方式来培育更较济的人才，互每一位老师甲学生，因会当用落魄的心、谦卑来服侍你甲众人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世人启印的时间，人做伙参加来启印，记载伫启印文34篇，诗篇146篇。着阿拉上主，我一生要阿拉上主。毋通我靠君王。因一个啊断开就归土，靠哪个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的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上主偷放受关监的人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保护出外人，伊扶持鼓励寡妇，上主会永远做王。着称赞上主。接着，咱要做伙来吟信心信诗131首。人若拄着忧闷，上边请起立。心内有我们家。
这时，咱要邀请新歌队来学乐。今仔日因要学乐的诗歌是《伊无看我的过犯》。报告的时间。咱做伙先开咱的周报来看教会消息报告。第一点，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，感谢陈光明牧师前来本会进道请安报告，请大家关心代祷甲奉献。第二点，总会定伫6月15号礼拜日要举办长乐教会160周年联合礼拜，地点伫高雄市的凤山体育馆。
然后意愿要参与的兄弟，请伫1楼的公报栏来填写。4月初6礼拜日的统计截止。另外，该主日本教会举行第3摆的圣礼典兼圣礼，本会是照常的主日聚会。第3点，3月29号拜六暗时6点半，咱要召开礼拜日幸福青年小组的筹备会议，请青年的同工会当备办心来参加。第4点，本会4月份至6月份教会成工服侍表已经开伫1楼的招待桌，请有参与伫服侍的同工会当留意。若有时间上需要调整的，嘛请大家会当会记得爱提前来做调整，并且备办心，愿主纪念咱的服侍。第5点，本会社区事刚要开始开办疗愈小生活园艺课程，伫4月11号到7月初4，总共有12节课，时间是伫拜五的下晡2点到5点。欢迎兄弟会当踊跃来报名参加，详细的海报嘛伫1楼的公报栏已经有打。然后意愿要报名的人会当缩会张罗来报名，报名的费用是1000块的材料费。第6点，咱为着5月11号礼拜日的母亲节的主日的回顾影片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会当将家己甲母亲，也是想要感谢的人的合照，会当将伊的名、翕相的地点，甲想要对伊讲的话，交互治安同工。咱4月27号礼拜日的截止。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耶稣讲：“伫人所袂的，伫上帝是的。”耶稣说：“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却能。”路加福音18章27节。说接由我来读圣经，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列王记下卷4章1节到7节，以及路加福音18章27节。亲爱的朋友，咱着三听，因为听是对上帝来。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，嘛捌上帝。伊伫三问伊讲：“你爱我，互你做啥物？”你甲我讲：“你厝内有啥物？”伊讲：“你的路边厝内剩一罐油，以外逐项拢无。”伊伫三讲：“你去甲厝边借空的器具，愈济愈好。”然后入去厝内关门。甲你遐个店内面添油，伫所有的器具填满的下一边。妇人人转去关门，甲伊遐个店内面囝带器具来互伊，伊就添油。遐个器具拢填满，伊甲伊的囝讲，搁摕器具来互我。囝讲已经无器具啦，油就无搁流出来。妇人人去甲上帝动用的人报告。伊就对妇人人讲：“你去卖油来还债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通渡我。”路加福音18章27节，耶稣应讲：“人做袂到的，上帝拢会。”这时，咱要邀请咱主里的小朋友、泽恩小朋友来为咱读咱的华语的圣经节。大家平安。我要共读的圣经是《路加福音》第18章27节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也要我做他们王的，要把他们拉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感谢咱的小朋友。来，27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也要我做他们的。18章27节。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，在神略能。谢谢咱的小朋友泽恩。好，咱即是要请咱所有的主日学的小朋友，啊，佮主日学的同工老师做伙起来台顶，咱要请牧师来为咱祝福祈祷。
亲爱的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对阮的疼爱，感谢你设立你的圣会大桥教会伫大桥的社区这个所在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疼，伫你的圣会，特别你用你的恩典款待你的圣会特别如这个主日的时间。主耶稣，阮特别为着这主日学生来祈祷。愿主耶稣，你用你的慈爱款待因，因为你疼惜这个细囝。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主你让细囝会当记着你的恩典，通过这个老师有上帝你的听甜的心肠，因用上帝你的话命来培养这个细囝，互细囝伫细汉的心就会当认捌你。主耶稣，你的听甜的心肠，适合伫这个老师甲学生的心肠，伊这个青年。拢得着你的恩典，拢得着你的赐福妈妈，互如智慧伫你的面前谦卑学习上帝你话命的话，上帝你的平安，上帝你的恩典，甲赐福伫因的心中。感谢你听我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谢谢牧师。所敬听的我是公，我是嘛，我是牛，兄弟姐在中级兄弟姐妹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吼，会当来到伫咱的大桥教会，甲咱三个做伙敬拜上帝。我来时吼，心内吼非常的感动，是安怎？无论咱的敬拜女团，无论咱的圣乐队，无论咱的诗会，无论咱的诗行，拢会当伫上帝面前吼，领受上帝的听。用敬虔、用心来服侍上帝。看到兄弟姊妹遮尔敬虔，来听上帝的话，我的心内嘛得到真大的感动。咱做伙来互相来请安讲，愿你平安，看到你真欢喜。愿你平安，看到你真欢喜。第二句话啊，第二句话，你是上帝的宝贝囝，你是非常有价值的。你是上帝的宝贝囝，你是非常有价值的。第三句话，伫上帝的家庭中，你是非常重要。伫上帝的家庭中，你是非常重要的。你是非常重要。第四句话，耶稣听你，我也听你。耶稣听你，我也听你。第五句话。愿上帝加倍赐福你，并使你平安。愿上帝加倍赐福你，并使你平安。愿上帝加倍赐福你哈，并使你平安哦！感谢主哦哈。今仔日吼是台南市堂医的奉献主日啊！感谢咱大桥教会的牧师、中级兄弟姊妹对台南市堂医。会关心带导甲效用。咱旧年哦，咱的教会哦，奉献台南新人院哦，奉献18900块，我心内足感动的哦。咱对台南新人院的新人教育付出关心，付出带导奉献。毋茫，咱阁继续伫今年为着台南新人院的新人教育时间，也阁继续关心。带导甲奉献哦，咱的聚会就为着台南新人的祈祷哦，心内足感动的呢。会当伫即个台南新人的奉献主日，为着台南新人的来关心、来带导。咱每一个人也伫上帝面前，更较今年奉献会当更较进步来参与伫新人教育的时间。上帝也赐福恁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在阮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伫即个上帝你奉上帝你的名所设的台南新人院，才会教会为着新人教育的时间，做伙参与，做伙关心，做伙带导，愿上帝你
用你的恩典来款待台南市人伊师生得到你的恩典，特别伫即个造就你的工人会好好领受到上帝你的听从，领受到上帝你的恩典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施恩来处置大桥教会，或者牧师中就同工，因的心就领受到上帝你的听从，领受到上帝你的祝福。我们领受到上帝你话命的话，愿你享受阮智慧，明白上帝你的真理。伫你的面前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通过你话命的话，甲深代真捌你。甲阮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今仔日用即个路加福音，内容是下卷第4章第1节到第7节，以及路加福音18章17节，甲咱逐个人思考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我厝内存一瓣油”。我出来存一瓣。咱看到圣经的时候，咱讲到即个路加列王记下卷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咱有看到一个以利沙。咱知影以利沙的老师叫做什么人？以利沙的老师叫做什么人？以利亚对。以利亚的意思以利亚的意思名的意思，就是我的神是耶和华，我的神是耶和华，这是以利亚的名的意思。以利沙以利沙伫即个伊诚做即个以利亚的学生嘛以利沙伫第9世纪是北以色列的先知啦，北以色列的先知。即个以利沙的名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是拯救，通过上帝的帮助，伊会当会当来帮助别人，互人认识捌上帝。用上帝上帝就是拯救，上帝是拯救人的上帝，上帝是听世间人的上帝。咱有一句话咱拢真熟就是讲即个梁记下卷第2章第9节讲，以利亚要离开即个世间以前，以利亚就甲以利沙讲，我要离开即个世间我要甲你做甚物？讲我要甲你做甚物？你着救我。以利沙甲伊讲讲安那？讲求你将感动你的神，互我相会。咱逐个拢足爱引用即句话。求你将感动你的神，互我相分，互我相分。这是互咱会当知影，这一句话咱逐个拢足爱引用的一句话。上帝你的神，互我相分。亲像你以利亚相共，以利亚就将即个恳求上帝的神交俾享受以利沙。通过这段经文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节第7节咱会当看到这段经文就是在讲起有一个寡妇，遇到困境的时，当时的先知以利沙来求帮助，咱知影第4章的第1节讲一句话，咱太多喺 PPT 讲有造诣。伊讲第4章的第1节安尼讲有一个妇人是先知学生的某，叫以利沙，就甲以利沙安尼讲你的萝卜，我的丈夫已经死了，你的萝卜平素安尼敬畏耶和华是你所在，当祭出来要处我两个囝做萝卜。当时一个寡妇对以利沙安尼讲，安尼就是即个寡妇拄到一个困境。即个困境是啥物？第一项，我的丈夫已经死了，伊的丈夫已经过身去啊。即个丈夫是一个足虔诚的人，伊敬畏上帝，佫是安那以利沙的学生。伊拄到即款的困境，就是丈夫过身去啊，佫另外一方面，圣经内底讲，祭主要来处我两个囝做萝卜，丈夫过身去，佫留两个囝，即两个囝佫要互人
伊两个囝做萝卜啊，意思就是讲伊负责嘛，啊负责吼，当时会当啦，用囝吼来切切安尼啦。哦，即、个寡妇哦，囝吼，你敢知影囝是即个寡妇的啥物人？囝是即个寡妇的瓦克，囝是即个寡妇的希望啊，对无？一个寡妇伊的丈夫安尼留两个囝，啊，即马伊负责，啊，当时有法律会当，甲你叫你两个囝来做萝卜。对于即个寡妇来讲哦，是非常非常大的苦痛。寡妇所做的，是伊身心的痛啦，有无？有痛无？足痛。较拄仔讲，今日是即个寡妇的希望，今日是即个寡妇的瓦壳，啊，即马咱要甲伊因两个囝要来做萝卜，心内非常的艰苦。当人吼，拄着艰苦的时阵吼，人求帮衬吼，毋是一项见效的代志。即个寡妇拄着困境的时阵，伊想着啥物人？伊想着当时的先知伊丽莎，甲伊丽莎透露伊的生活所拄着的困境，将即款的事情甲伊丽莎讲啦。啊，对于即个人的心理的层面来讲哦，这是健康的。即个寡妇健康的。虽然拄着极大的艰苦，总是伊受着啥物人？伊受着先知伊丽莎，将伊的艰苦甲伊丽莎透露，甲伊丽莎讲，甲伊丽莎求帮衬。那是怎样？咱吼活伫即个世间吼，咱有时伫顺境。有时拄着逆境，你拄着逆境的时阵哦，你有想着啥物人？你有想着有信任的人，甲伊讲对不对？将你的艰苦甲你信任的人讲，啊你吼，你会当吼将困境甲你所信任的人讲的时阵哦，会当，互你安那，互你得到。心内得到安那，得到头放。啊吼，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吼，爱做一个互人信任的人。当人吼，甲伊的艰苦讲的时阵哦，你就会当安那倾听啦。所以咱的面内底有两个耳仔，对不对？安尼就是上帝爱咱爱咱多听、多倾听，啊，去用心听，啊，当事人来甲你讲话，我甲你讲我甲你讲我的艰苦，我甲你讲我所拄着的艰苦，你毋通互别人知影啊？你着安怎呢？你着爱互人信任，真正毋通互别人知影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这是当事人，毋茫莫互知影，你着莫互知影。虽然有当时咱好意讲来祈祷会，人替你祈祷啦。啊，当初人祈祷会了的时候，别人拢来问呢，心内搁安那搁受着艰苦。咱别人讲，恁来当家讲啊无来祈祷会替你祈祷敢好？伊若讲好，咱祈祷会替伊祈祷。伊若讲毋好，咱就毋好，卖，因为咱是互人信任的人。咱互人安怎会当诚做别人信任的时，咱搁较安怎？咱搁较会当去帮衬搁较侪人，对无？帮衬较侪人。所以呢，你即摆咱伫即个世间的时候，特别咱的教会即个所在，有侪人来到伫咱的教会要求帮衬的时候，咱教会兄弟姊妹通过牧师，也通过安怎呢？无顺利兄弟姊妹、中职兄弟姊妹做伙合力。来帮衬，才需要帮衬的人。这个寡妇
甲伊丽莎讲伊的事情了后，伊丽莎真认真听哦，真用心听。伊知影哦，即个家庭哦所拄着困境，丈夫过身了后，佫留7只债务互伊，足艰苦的。圣经内底，当伊丽莎听到即个寡妇所讲的哦，伊就甲伊讲一句话：我通甲你做甚物啊？我通甲你做甚物？一句话。当伊丽莎甲安怎呢？甲即个寡妇讲：我通甲你做甚物？是咧表示甚物？是咧表示吼，我愿意来帮赞。帮赞有即个帮赞人的心意，甲帮赞人的行动。伊丽莎有显出来呢，她愿意帮助人，有这个心意，又有这个行动行动。心意是什么？心意就是心怀爱心，心怀疼心，有即个对上帝的疼痛，领受上帝的疼了后，会晓惊啦，会当疼了，就是有将心比心啦。像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。你即马拄着安尼一款的困难，伊丽莎听了，这是我的困难。所以伊丽莎有2项，第一项就是她心怀爱心，第2项她心怀热心。伊伊有要主动、有积极的心，要来帮赞这个寡妇。所以咱兄弟姊妹咱毋通袂记住爱有起头的听。当主耶稣来听咱的时救恩伫咱的身上咱毋通袂记住这个起头的听。有当时咱也袂记住主耶稣怎样起头，就安尼听咱，咱毋通袂记住。所以爱有心怀，爱有疼心怀，疼心，甲心怀热心，爱有热心爱有热情，爱有热心。你所多艰苦我替你祈祷就好剩的代志拢你的代志。茫安尼，是伊丽莎呢，有疼心，阁有热心，有心怀热心来帮赞这个寡妇。咱知影你厝内有啥物这是一句足有智慧的话，足有智慧的是安怎讲？是安怎讲？这个你厝内有啥物？因为这个寡妇甲伊丽莎讲，我现在非常的艰苦。佮讲一遍，因为我的丈夫死啦，过身去啦，佮留足侪债务互我啦，佮安那呢？佮遮个人要处我2个囝做萝卜啦，我实在非常的艰苦啦。我啥物拢无啊啦。伫即个时阵，伊丽莎甲讲：你厝内有啥物？我厝内较有啥物啦？我厝内较有啥物？即时的寡妇头壳咧想，我心内有够艰苦的啦。伊丽莎佮甲我讲一句话，厝内有讲，到底我厝内佮有啥物？是因为伊丽莎佮一遍要互即个寡妇知影，伫你甲你的家庭到底佮有啥物话？这个时阵这个寡妇等伊等伊出来，真正去找讲，到底我的厝里有啥物？伊等伊厝里敲出来的时候伊发现一样物件叫啥？一板油啦，一板油，1瓶油1板油，1板油，伊就走来甲伊丽莎讲我厝里有1板油啦，1板油，剩的拢无啊啦，剩的拢无啊啦，剩1板油，以外拢无。这是安怎呢？这是这个寡妇甲伊丽莎讲，所见的是什么？人伫苦境中艰苦的过程中常常拢拢
拢看所失去的物件，并且为着所失去吼，怨天怨人怨环境有无？伫足逐个足艰苦的时阵，上帝啊，你是安怎我拄着安尼啦？为着所失去的，怨天怨人怨环境，莫怪吼，伊丽莎足聪明的，足有智慧的，甲即个官府讲，等于去看你厝里有啥物。真正敲锤了是讲有剩一班人，有哦，有一班人。咱哦，兄弟姊妹，咱哦爱为着哦所拥有的啦，所拥有的，并且还为着还有的来献上感恩。咱每一个人哦，拢爱为着咱所拥有的来献上感恩。你敢知即个安尼，什么人？哦，反面的呢，足好。伊是一个吼艺术学的博士哦，啊，伊是牧师囝，啊，当场啊脑性麻痹。伊讲一句话哦，我只看哦，我只有看我所有的，我只有看我所有的，无看我无，不看我没有看的，没有的，不看我没有的，是为了我有的来感谢上帝。这个方面的哦，拄着脑性麻痹，但是伊是一个哈，足有画图的艺术家。伊讲一句话，互咱得到足大的启示，对不对？我为着我所有的，我看我所有的，无看我所无的，我只看我所有的，为了我所有的献上感谢。在人生中间。你安怎看？看你的人生，看你的环境，做伙把手伸出来，来，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，把手伸出来，来，啊，甲你的边仔人讲剪刀石头布，甲你的边仔人来，甲你的边仔人讲剪刀石头布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吼，好无？你敢有为着你有手？有手，阁有镜头啊，阁有安怎，阁有气力，甲你的边来讲剪刀石头布，为着安尼来感谢上帝无？捌安尼感谢上帝无？啊，捌为着你有手，阁有镜头啊，阁有镜头的功能来感谢上帝无？嘛，足侪人啊，应该啦，啊，都有手，啊，都会当做。上帝互咱有五官，上帝互咱有肢体，爱为着安怎呢？爱为着这个你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，为了你所拥有的来献上感谢。啊，个另外一方面，伊丽莎甲这个官讲，就是要互人盘点啊，盘点。本身加上吼，伊家庭所拥有的资源啊，这啊为了这个来献上感谢。亲像我头头讲，为着有手，啊为着镜头啊，啊有镜头的功能，来安怎来感谢上帝。足侪时阵，咱袂当、袂晓，也是无愿意为着你所拥有的来献上感谢。啊，常常为着无的，怨天。怨人怨环境，吼！人哦，所拥有的哦，所拥有的，并不会使他伟大。人所拥有的袂会伟大。啊，人的伟大哦，是在于在什么？在于他使用他拥有的，化为别人的祝福，对吧？咱为了你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。啊，用你所拥有的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上帝帮助咱，为着咱所拥有的来感谢上帝。啊，有听啦，为着咱所拥有的来化作别人的祝福。
我太多。我特别用这个图哦，这个图是什么呀？这个图，这个图，恁看到这个图啊？无名而已。啊，一个囡仔红的5个饼2尾鱼，通过耶稣的祝福，互至少5000人吃饱，有无？咱啊，通过咱所拥有的，成为别人的主哈。第3项要讲的，咱得信靠上帝。上帝哦，要互咱通过伊的成就，上帝的成就来经验的上帝的大能，上帝的能力，哦，所以哦，透过哦一般样来解决这个官府的困境哦，啊，咱来看这个123哦，就对这个官府安尼讲，你去哦，你去对你的外面哦，厝边隔壁借安尼空的气区。借气区啦，啊借空的气区，啊毋通哦，毋通借哦，毋通借哦，去你的厝边借空的气区，毋通借哦，这是123对这个官府讲的，不要借，少借哦，要借哦，啊去借，啊这是哦，这是123对这个官府所讲的，啊咱知影哦，若要对厝边隔壁借官府，借这个空的气区哦。咱就表示啊，这个官府哦，平常时甲厝边隔壁哦，的关系安怎？还不错，很好，哦。啊，这个意思啊，讲毋能借哦，哦，伊就开始借哦，哦，一定参厝边隔壁哦，的关系哦，建立一个好关系，有好的关系啊。所以哦，要借气区的时候，咱就借伊哦，咱来借，啊，伊要借，啊，咱借，啊，你若吼。普通时参厝边隔壁，人看到你哦，歹鸟了，啊，这个新鸟所的人，啊，开安尼啦，吼，啊，你要甲我借物件啊，无啦，啊，这个官府就是安那，参厝边隔壁，建立真好的关系，所以吼，要借气区先能借，啊，要安怎吼，建立好的关系哦，有强哦，啊，甲咱逐个人顺利的，嘿。你伫厝里头捌接过邮差嘛吼？邮差客配的你哦，你拢家讲谢谢。迄吼，迄粪扫车若过恁这条巷仔时喏，捡粪扫，粪扫捡落吼，佮家讲一句话，谢谢，多谢你的电话哈。古来吼，这个粪扫车的服务人员哦，经过你的手哦，阮兜吼巷仔内，阮就是会安做。真正吼，迄粪扫咧服务人端粪扫吼，足艰苦的呢，足辛苦的呢。啊久吼，家讲你辛苦啊，你辛苦，哦，多谢你啊。哦，伊若经过阮迄条巷仔，拢会笑呢，因为我拢会甲伊打招呼。来，借气区借偌济，参与的信息有关的。参与的信息有关，但是123已经甲讲好啊，毋通借。所以这个官府哦，面对讲我有1万油哦，到底要借偌济？你若剩1万油的时，你会借偌济气区啊？借就好下啦，一罐油也无偌大罐啊，这1万油也无偌大罐啊，借好啊，免借偌济啦。这个吼，这个官府听。123来讲，毋通借哦，这他们信心大小有关的。甲咱讲一句话啊，一句话足重要哦。上帝的恩典永流不停，上帝恩典永流袂停啦，永流袂停。安怎永流袂停？因为这个123已经甲这个。官府讲了，毋通借，啊，所以哦，这个官府哦，伊借安怎呢？借啊，空的气区借了，123哦，就安怎呢？123就甲这个官府讲，甲你的囝一问，哦，将油哦，
将油倒伫即个空的器具。啊，即个官府就甲囝入去哦，入门哦，关门，就倒油。即个官府哦，就甲囝讲，搁加空的器具来哦。圣经内底讲当即个囝来讲，无器具啊啦。圣经记载讲，当伊讲无器具啊，油安那油就止，无搁再安那，又无搁再留伫即个空的器具内底。所见兄弟姊妹，上帝奇妙的作为，上帝恩典，互咱永流不停啊，永流不停。到安那，到因即个官府所召的器具，无器具为止，这敢是上帝的恩典？所以咱会当知影，上帝听。搁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第三大项的第四项，不但上帝的恩典永流不停，搁讲呢，上帝他的怜悯无穷尽，上帝的怜悯无穷尽，上帝的怜悯无穷尽。所以见兄弟姊妹，当这个官府甲伊丽莎讲。无器具啊，伊应旨啊，就甲伊丽莎讲，伊丽莎，甲即个讲啦，你去卖油啦，通安怎通现济，所剩的你甲你的囝来度我，安尼咧讲啥物诶？安尼咧讲，遮油去卖，搁安怎呢？搁来现济。有够价行势，啊，搁安那有够价，互因母仔囝来生活，互因母仔囝搁来生活，安尼是上帝的恩典，啊，甲上帝的怜悯，对吧？互即个寡妇得到上帝的疼痛，甲上帝的帮助，来解决因即个家庭的困境。这油卖了，佫会当现济，啊，佫会当安怎呢？佫会当来度我，做生活费用。上帝恩典有大无？上帝恩典实在是大。上帝怜悯有公斤无？无公斤。所见兄姊妹，上帝帮咱解决这个家庭困境。来，耶利米书，耶利米哀歌第3章的22节，咱做伙来读好无？来，我无tri到灭无，是对耶和华遮的主啊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，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。上帝恩典，上帝的怜悯无穷尽。你会当伫你的生活中经验到上帝的疼痛。来。诗篇第9篇18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为颂扬人的确无永远，互上帝袂记起；困苦的人的愿望的确袂永远无去。意思讲，颂扬人艰苦的人、忧伤的人，来亲近上帝，上帝来亲近你啦。上帝就疼惜伊啦，上帝就要帮助你啦。困苦的人愿望。的确袂永远无去，你的愿望伫上帝面前，上帝看你做宝贝，上帝看重你流目屎成做珍珠，上帝一定会帮助你。所以上帝恩典永流袂停，上帝怜悯无穷尽。你看到这个图？你有看到这图无？讲这个图是讲啥？耶和华啊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耶和华靠近你，靠近我。
因为你我伫上帝的面前，上帝看做安那，看做宝贝。通过上帝赐福，上帝要赐福到这教会啦吼，这个人安那去听。啊，若有第一遍吼来到伫即个教会的新朋友吼，感觉温暖吼，感觉温暖。其实我来到伫大吉教会，感觉足温暖的。有5句话，但彼此相较勉励啊，彼此相较勉励。咱啊新的朋友来的时吼，要等伊的时吼，你若甲伊讲，欢迎你来哈，欢迎你搁再来参加阮教会的聚会甲活动，好无？若要等伊的时吼，连咱咧家招好一个介绍咯，牧师来介绍新的朋友来，哇！了的时吼，大家拢无咧甲咱打招呼啦，安尼袂互温暖。然后欢迎你来哈，欢迎你过来参加阮教会聚会。第二句话吼，第二句话讲，我来协助你啦。啊，特别咧来伫下骹的时候，拄啊落雨啊，落雨啊，有人带一群囡仔吼，因咧细囝来的时候，啊落雨，你著较紧哦，摇伞，来拄咧，来协助你，来协助伊啊，来协助伊，好无？会互感觉温暖无？会啦。第三句话吼，你来坐我的位来，你来坐。以后吼，咱大家教会啊，伊也坐满满吼，伊也坐满满对无？啊，若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位吼，来，你来坐我的，你来坐我的。啊，我先来讲者，迄袂老教会吼，迄老信徒吼，迄坐23档的位吼，坐伫遐吼。人啊，新的朋友来吼，无位通坐吼，看一个尔咧，袂讲我起来互你坐呢。咱若起来互坐的人，会互感觉哪？感觉温暖啦，更较温暖。我若坐23，当阮坐伫即个所在哦，你要叫我起来坐吼，起来互坐吼，有通少困难。咱若吼但是愿意互起来坐的时，人会感觉温暖。特别吼，咱遮拢坐满的时吼。新的朋友来的时候，插伊，无为你代志，较早来就好啊。无安尼，来起来互坐，吼，起来互坐。第4句话，需要你带我，想要去洗手间呐啊，唔知影洗手间一对啊。来，我带你来，你要去对？哦，洗手间去啊，好，来，我带你来。第一遍来到地下教会，第一遍来大吉教会，洗手间咯找无，我就是找无啊。去问牧师妈，牧师妈足好哦，对无？会互感觉足温暖的。第5句话，我介绍新的老姊妹啦，是兄弟啊，我介绍这个。兄弟，也是这姊妹，互你熟悉敢无？啊无吼，来遮做礼拜做了吼，连一个人从我熟悉都无。啊，你哦，至少来，我介绍迄个做引导迄个牧长咯，哦，牧长来参与熟悉，名互你知影，吼，名互你知影，会感觉足好无？吼，啊，秀婷长咯，我介绍这个秀婷长互你熟悉，至少来一礼拜，来第一礼拜来的时，至少有一个熟悉一个人，伊会感觉温暖无？会感觉温暖无？感觉温暖。听会当创造新者，有听的所在就是天堂，大家教会就是天堂的所在，对无？吼，互人感觉足温暖，互人感觉足爱帮衬。毋茫吼，咱会当伫上帝面前领受着上帝恩典，领受着上帝赐福。啊，咱对台南新人的关心，啊，佮继续来关心，来带到啊，上帝啊，大大所伫咱每一个人的成就。上帝将得救的人也一个家，上帝将得救的人也一个家庭，伫伊的圣会大家教会，同心来祈祷。
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通过你活命话，互阮会当得到你的恩典甲丰盛的美名，以及你的疼痛伫阮的身上。感谢你，上帝，你也用你的真理伫阮的心内，互阮有智慧明白你的真理，也会当有气力照你的真理来行。感谢你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时咱要做伙来用回应诗、信心诗593首，拄着试炼灾害，为你真艰苦，请起立。上帝大慈悲，主的恩赐你着生照照，主的恩赐你着生会了，主的恩赐别项算来记，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，有时看愈烦恼的到心慢慢，了为上帝疼痛为是。只是让备班心做回来奉献。就是让请记日来因奉献的诗歌。我
做伙来坐念咱奉献宣告的祈祷文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尾声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真旨。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。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予我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是咱游玩徛咧，咱做伙来用上言的信息，新信息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。信息咱引了之后，请陈牧师来为咱祝祷。恁通平平安安转去恁家己的厝。愿耶和华赐福恁，保护恁。愿耶和华予伊面的光照恁，施恩予恁。愿耶和华欢喜的面看恁，赏赐恁平安，对即时到永远。阿门。